大家好啊，係我金家人啊。嗱，今日咧就病住同阿9號咧一齊做呢個國際時事節目啊。咁我唔係扮病喎，我真病嘅喎。咁啊，我依家咧就簡單啲嚟講咧，就叫做陽咗。啊！你今日你你今日陽咗咩？陽咗未？你今日有咩感冒？我冇陽，唔係你感冒，明唔明啊？肌肉痛呢啲就係冠狀係病毒嚟嘅徵兆啦。基本上而家所有傷風感冒都已經撈埋一齊㗎啦。咁啊，我又堅持唔食咁啊係，藥啦，冇打疫苗啦，唔食藥啦，必理痛都唔食啦，冇打疫苗啦，就焗身汗啦。咁啊，其實今朝我一早就出咗去嘅，我同阿7號咧就去咗北角嘅，跟住搞壇嘢，哇！即係果然啊，金家人嗰啲都係老弱殘兵啊，即係我又病啦，行動緩慢啦，阿7號又心臟病啦，又行動緩慢啦。咁啊，兩條友咧慢慢躝咗過去啦，到最尾都係搞唔掂件事嘅，又要等啦。咁好啦，咁啊，其實今日呢條片咧好奇怪嘅，其實重錄過啊9號。係啊！今日朝重新錄過啊，我哋嗱，點解要重錄咧？因為我哋唔想炒車啊嘛，係咪？係啊，提咁前錄依家其實嗰陣時仲未發生嘅有啲嘢，嗱，我哋嘅判斷咧，就如果按照我哋出片嚟講咧，即係都算係炒車嘅啊，因為但係我哋又唔會話完全唔敢炸嘅，我哋覺得咧炸嗰人咧係阿以色列嘅啫，後邊咧就點知我哋未出片啊，等咗48小時係啊，咧個形勢就逆轉啊，完全唔同晒啊，咁啊到最後咧就變咗啲憎特朗普嗰啲黃絲 KOL，我再講多次係黃絲 KOL 啊，全部炒晒車。即係蕭若元啊、陳大嚿啊，咁啊，仲有就係嗰啲總之咧啊，反中啊是工作啊，親美國民主黨咧就係佢哋嘅愛好。咁呢班咁嘅所謂嘅自命正義撚咧，咁咧就炒晒車啦，因為佢哋話特朗普唔敢炸。好啦，咁啊9號你詳細講一講咧，咁咁依家究竟最新嘅狀況係點先？即係而家最新嘅狀況就係特朗普已經應承晒，即係做晒佢應該做嘅嘢咯。利用呢一次轟炸即係伊朗核設施呢3個核設施嘅機會，特別係轟炸嗰個最主要嗰啲離心機嗰個地庫啊，佢用咗14枚嗰啲GBU 57啊。57定轉地58彈轉地彈嚟嘅，咁就去炸覺得飛毀咗成個基地，成個核燃料嘅基地嚟嘅嗰度。嗱，聽人嗰個轉地彈咧就唔出得嘅，咁但係咧哦，咁咯，阿9號講嗰個離心機咧，咁佢又 send 咗張相俾我嘅，咁啊聽人可以出咗呢係張相嘅，離心機可以講係咪？聽人係咪度喂？喺度啊，喺人度啊，喺度啊，喺度啊！你喺度你係出咗啱啱 send 俾你嗰張相啦你好，我睇下先啊！你係咪發咗俾我啊？發咗啦咁啊好啦，咁啊9號，咁佢依家一炸咧就係炸3000台喎，咁啊呢個係供小客啦，之前講啊咁啊嗯，炸咗3000台，咁喂唔怕輻射咩？我可以解釋下佢嗰啲有235，其實佢深藏喺地下邊嘅80米嘅，佢深藏喺地下面80米嗰啲離心機啊，喺度分離佢嗰個有235同埋有238嘅嗰啲原子嗰啲核原料嘅，咁佢要做到武器級嘅話咧，就要90%嗰個有235要做到90%少於嗰個 M 值嘅，嗰啲係武器級嘅濃縮鈾嘅。咁即係佢而家純度要好高啦，係咪？係啊，個純度係超高嘅要啊，所以佢嗰啲離心機啊，嗰啲離心機組應該係超過3000台嘅，唔單單係3000台嘅。我個推算嘅話，喺佢嗰個佢建咗19年喎，嗰個基地。咁依家又咁嘅嚇，我講一講先。阿特朗普話炸晒啦，我要做嘅咧就全部做晒，所有嘅核設施咧
咁我就全部炸晒，用咗14粒鑽地彈3笪地方，其實唔止喎。咁啊，再加其他嘅爆彈啦，重型嘅嘢咧幾十發嘅喎。咁好啦，咁啊伊朗咧就咁樣話喎，嘿佢係炸咗，我哋係有損失，但係嗰啲濃縮鈾啦，我哋已經喺炸之前轉移晒㗎。咁你又點睇咧？9號？哦，我覺得係佢哋啲新聞話術啫，真真正正要轉移呢啲嘢係非常之高危嘅，個輻射係非常之高危嘅。而家佢炸咗之後咧，佢埋咗喺地下，佢要修復呢啲設施啊，係天文數字嚟嘅。佢另外要揾好多人，唔單單係錢啊，係人命啊，係要攞好多人命先能夠挖彎出呢啲核原料出嚟。佢撤離呢啲核原料，佢要好高級嘅嗰個即係嗰啲離心機啊，同埋啲核原料嘅停機啊，係要按時間去計嘅，唔係單單咁簡單咁撤離就得嘅。即係唔係一件汽車嘅物件，佢係有核輻射嘅，大哥，每樣嘢都有核輻射嘅，唔係俾我單單一。俾我感覺就係阿特朗普咧就做到咧就係將嗰啲鈾元素啦嚇，係啊，同埋啲設施咧做到塵歸塵，土歸土，深埋地底。嗱當時炸嘅時候咧就話伊朗咧就有5.2級地震，咁啊其實你覺得係5.2級係真地震啦，定係特朗普咧就即係炸鳩佢嘅時候咧個威力係達到5.2級咧？當其時佢頭嗰14粒彈係用咗成個攻擊時間係25分鐘嘅，嗰25分鐘之內引發咗一個5.2級嘅地震嘅喺佢嗰個核電站周圍嗰度，其實就係呢25分鐘之內嘅嗰啲轟炸咯。嗱，車人你留意翻啦，我不停會間唔時 send 啲圖俾你㗎。你見到有圖咧，你又出啦嚇，知唔知啊？車人喺度，你哋講啦，我聽到啊。你見到啲圖你就出啦，大概2-3分鐘啊 send 一張俾你㗎啦啊！呢啲係阿9號揾嘅圖嚟嘅。咁好啦，咁啊，依家咧就阿9號，喂，咁啊阿特朗普咧就肯定炸咗啦。點解咧？如果冇炸嘅話咧，民主黨就唔會企出嚟喺度，又話要彈劾佢啦，又話佢未通過國會啦，話佢唔合法啦、違憲啦咁樣。咁好啦，咁啊，佢就唔出聲喎。嗱，本來我哋之前嘅錄音咧，就係覺得，咦，民主黨佢唔出聲喎，咁啊擺到明咧就係暫時唔知啊特朗普做唔做，佢哋梗係想阿特朗普做啦。咁如果特朗普做嘅話，可以彈劾佢啊嘛。但係如果特朗普做得好啦，極致好似依家咁樣嘅話，喂，對於某一個人咧係損失好大嘅喎。而嗰個人咧就叫奧巴馬喎。今個星期最傷心嘅應該係奧巴馬。你點樣睇咧？阿9號，你講下。喂，奧巴馬特登喺深層政府前邊養咗一隻棋嘅喎，伊朗係佢一隻好重要嘅棋嚟嘅喎，喺中東地區，佢靠呢隻棋去維持佢嗰個戰爭經濟學嘅喎，係咪啊？籌碼係咪？係一隻棋嘅籌碼咯，其中一隻好重要嘅籌碼，非常之重要嘅，佢特登養大呢一隻有核嘅籌碼。但未有核彈喎，只有呢個提煉嘅能力嘅啫喎，未有核彈喎。接近有，但係未有即係整到一個核彈嘅能力咯。仲有2個星期啊嘛，佢話佢呢啲都係阿 Trump 講嘅啫，係唔係咧？我唔知啦，係咪先？因為你要原子能機構講嘅，原子能機構講嘅話，佢查到，因為佢可以檢測到佢啲濃縮鈾啊。喺佢各方各面嗰啲運輸過程嗰陣時啊，可以計到噶嘛，計到佢可以整到一個武器級嘅核彈出嚟噶嘛，佢計到嘅佢哋。嗱咁好啦，咁啊依家化為烏有啦，咁啊係咯，奧巴馬咧就係即係嚴重咧就受到咧呢一次咧就即係毀滅性嘅打擊啦嚇，咁佢嗰隻棋咧佢嘅籌碼咧。咁啊！依家咧就被阿 Trump 咧同埋咧內塔尼亞胡咧就嚴重削弱嘅。咁好啦，咁其實好多嘢咧都係佢哋兩個嘅計謀嚟嘅喎。咁你諗一諗，最初佢哋唔係話咧就係就扮唔啱啊！阿 Trump 去沙特阿拉伯嘅時候又唔去以色列啊，咁
咁啊，好似即係以色列攻擊咗伊朗之後咧，特朗普咧就最初咧就係表態咧有少少奇怪㗎，然之後後邊咧表態支持啦。咁啊，跟住咧話其實咧以色列咧炸毀咗咧伊朗好多設施㗎啦。咁我哋咧就等佢傾啦，俾2個禮拜時間佢。講完呢個説話咧，我哋當時就係以為阿川佢講完呢個説話咧，就可能就係唔想中呢個深層政府嘅計。咁好明顯，我同你都睇錯咗啦嚇。咁啊，48小時之內佢就即刻沒有最勁，只有更勁。最初就6粒，咁啊依家14粒，再加埋其他嘅炸彈，咁樣炸落去伊朗嗰度，造成5.2級嘅地震，持續咗25分鐘。哇！真係連隻蟻都俾佢炸死埋嘅喎。阿9號係咪啊？係啊，佢呢一個係好大嘅一個行動嚟嘅，係用咗125架機次嘅。佢有掩護啦，有假信息啦，有各方各面嘅航母戰鬥群，有啲 EA-18G 啊嗰啲干擾機啊，一齊去搞呢一次事，亦都有以色列嘅配合去做一個擾亂伊朗嘅防空系統。花咗幾多錢咧？今次嘅軍事行動？我覺得都應該計，淨係嗰14枚轉地彈啦，每枚係3.4億美金，就呢14枚轉地彈乘3.4億嘅話，你都覺得應該係比呢個數目仲要大嘅啦。14枚乘3.4億係咪？係啊。哇！咁咪40幾億美金咯。淨係炸彈啫喎。係啊，其他 K-Club 嘅嗰啲機群啊，各方面嘅配合啦，上百億嘅啦。嗱，阿車人留意翻啊，我 send 咗張圖俾你啊，留意翻阿車人啊。咁好啦，咁啊，依家講到呢度啦，咁我同你都跌眼鏡啦，即係覺得阿 Trump 咧，依家嘅佢已經係完完全全跳過咗聯合國，跳過咗國會，即係俾我感覺係。咁啊，佢都唔會理民主黨咧嗰啲鳩叫啊，因為佢冇派兵啊嘛，係咪？狗吠啊，唔會理民主黨啲狗吠聲啊，AOC 啊、佩洛西啊嗰啲。因為佢係冇派兵啊嘛，冇派兵咧，其實佢呢個行動咧，其實係合乎憲法嘅，合乎美國嘅法律嘅。咁啊，因為佢對付嘅就唔係美國呢個，唔對付嘅唔係伊朗呢個政權啊嘛，係核設施啊嘛，而且佢攞我可以講一講佢點樣合法咧？佢唔使合法於聯合國，佢合法於原子能機構嗰個協議啊。除咗嗰5常之外，有幾個擁核嘅國家之外，排除朝鮮啦，但係伊朗係非法擁核噶嘛。伊朗係非法擁核，佢係名正言順去除掉你所有核設施嘅。可唔可以用光明正大呢4個字形容特朗普呢個行為？可以咁講。再加埋其實佢唔單止咧就出動咗咧呢啲炸彈喎，咁啊好似出動咗新武器喎。我唔知有冇留意咧，睇到一單新聞咧，就係伊朗一家都幾殘酷㗎。果然係暴君啊，特朗普。咁咧嗰啲研製呢一啲核彈嘅嗰啲專家一家咧離奇死亡，冇任何外傷，全部瞓晒屋企死鬼咗。嗰啲以色列做㗎啦，呢啲嘢。傳聞就係用聲波嘅武器係唔係咧？我唔知啊。總之佢哋冇外傷，咁但係咧就死鬼咗啦，心臟冇外傷。其實我話俾你聽，呢啲點樣玩咧？呢啲用啲微波。直接喺佢屋企之外用微波，即係啲民航客機啊，前邊有個大雷達嘅嗰啲氣象雷達，淨係呢啲氣象雷達有個微波，好似微波爐咁叮熟咗一個人腦都唔知。嗱，依家咧就如果有睇過黑袍糾察隊啦，美國嗰個超能英雄電影就有個女人咧就係國會議員嚟嘅，選過美國總統添㗎。佢就係有呢種能力就令到人哋個腦袋爆炸嘅即係咪出動呢啲咁嘅特工咧？定係其實一啲
微波武器咧，我同你都唔知啦。咁但係依家確實啊，無論喺軍事設施同埋咧，即係一啲咧製造核彈嘅人員咧，以色列同埋阿 Trump 都絕對不放過嘅。咁你覺得佢呢種行為啊，咁樣殺人係咪唔啱咧？阿9號，以色列啊，以色列都係為咗自己國家安全啫，純粹就為咗自己國家安全。佢驚，因為唔係你死就我亡嗰種狀態嘅。但係以色列咧就站喺文明嗰一邊嘅，你唔明白？即係佢所有嘅嘢都係針對個政權嘅，唔係針對佢哋嘅伊朗嗰啲人民嘅。好簡單啫嘛，呢個。嗱，依家咧就出邊好多傳聞啦，傳聞咧就阿 Trump 啦要解放伊朗啦。咁咧亦都即係之前訪問過去咧，佢一時咧就話唔想伊朗嗰個政權啊，即係管理嗰啲人啊，咁啊有乜嘢有任何變更啦。咁啊最近訪問佢嘅時候咧，又話如果佢即係權力中心嘅人咧發生咗變動咧，都係一個幾奇妙嘅行為嚟嘅。咁我都想睇下咁樣。咁啊，你又覺得阿 Trump 會唔會想解放伊朗？係啦，佢想解放伊朗嗰個言論咧，佢係特登耍太極嘅，你覺唔覺得？覺得啦，佢咪好似之前話2個禮拜慢慢傾，同你傾啦，咁轉頭48小時就炸鳩你咁樣樣。依家一時話想解放，一時又話唔想咁樣樣。咁啊，究竟佢葫蘆裡賣咩藥咧？嗱，喺阿 Trump 咧，佢宣傳啊，係佢今日朝嘅宣傳咧，就係寫 MIGA 啊嘛，make 伊朗 great again 啊嘛。佢想啲伊朗人民真正覺醒，係波斯嗰班人真正嘅覺醒，而唔係革命衛隊嗰班人。即係佢哋國防軍以前係波斯人嚟噶嘛，多數都。佢想呢班人覺醒去推翻佢呢一個伊朗嘅政權，嗰個神教政權。咁係咪即係顏色革命咧？我唔覺得咯。佢想其實佢唔想出兵嘅，佢想有人企出嚟啊！即係上層有啲即係佢哋波斯嗰邊呢啲人企出嚟去組織軍隊去做革命。咁但係嗰啲人就要暗中聯繫以色列同埋呢個即係聯繫以色列同埋呢個阿 Trump 嘅咯喎。然之後咧就組織一班人同埋呢個有武器嘅喎。咁啊呢啲就簡稱伊朗嘅革命軍啦，係咪？咁啊亦都傳聞啊，號召緊咧前伊朗嗰個總統咧，唔係伊朗嗰個國王啊回朝喎。咁啊你又覺得呢 part 點睇咧？我唔睇好巴列維嘅，我就比較睇好佢伊朗人民，即係起碼伊朗人民如果真係有呢個覺悟嘅話，先算啦。如果冇呢個覺悟，不如算數把過啦，繼續呢個神權。我淨係唔要你有核武啫嘛，其實好簡單啫嘛。阿 Trump 嘅理念就係我唔要你有核武。如果你真係要搞嘢嘅話，佢以色列同埋美國肯定支持你呢班人去搞嘢嘅，搞事㗎，係咪？咁依家 Trump 啊，即係一波未平啊，一波又起啦。AL 呢單嘢咧，即係雖然冇晒消息啦，係咪？冇晒消息嘅，即係等於靜晒啦，即刻靜晒啦，深層政府即刻好似輸到狗開巷咁啊！而家咁依家 Trump 咧做咗呢單嘢之後咧，咁咧就縮得好快嘅，即係無論係中共啦，同埋呢個深層政府咧，搞埋嗰啲乜撚嘢暴動咧，全部就已經銷聲匿跡㗎啦。咁啊，而最搞嘢就係點樣咧？最搞嘢咧就係話，喂，依家咧好多即係美國嗰啲支持 MAGA 嘅人啊，咁咧佢哋咧就好希望咧，阿特朗普咧拉晒嗰啲希拉里啊，拉晒啲克林頓啊、奧巴馬呢啲渣人咧，拉晒佢哋咧就去呢個軍事法庭嗰度審判。咁啊，講真，我又唔係咁睇好嘅。咁啊，但係阿9號，你覺得依家特朗普嘅震懾有冇可能可以震懾到成個美國嗰個體系咧，有呢個大幅度嘅改變咧？我近排睇到嗰啲新聞啦，特朗普已經開始秘密咁成立咗一個特別檢察官嘅小組去查2020年嘅
選舉舞弊，而且國會喺度不斷咁傳召拜登嗰時嘅內閣問呢班人，拜登係咪真係有老人痴呆而唔適合繼續參政嘅當其時？如果證實咗拜登4年前、5年前已經係老人痴呆嘅時候，咁喂有癌症啊，有癌症啊，話佢又有癌症又有老人痴呆，樣樣都有佢。係咯，咁你失智啊嘛，其實佢阿侵一早話佢失智啦，係咪先？咁如果4年前已經有，而且有我講埋佢呢個民主黨個頹勢啊，頹得好緊要啊！呢排冇錢啊，乜事都假。民主黨突然之間冇晒錢，佢冇咗 USAD 之後，成個運作，即係除咗呢一次暴動之外，洛杉磯暴動之外，成個運作冇晒錢都開始。嗱，我之前已經開始。之前啲片都講過啦，咁你冇咗美聯儲印嘅錢，透過 USAID 同埋其他嘅 NGO 發放出嚟，咁你又要自己俾錢噶咯喎。咁你自己俾錢嘅話咧，你就問索羅斯咯，問呢個標記咯，係咪先？你係問呢啲噶啦，問啲大企業攞噶啦。咁但係啲大企業一驚喎，係咪？即係豬西八戒係冇可能再俾啦，一俾就大撚鑊啦，係咪啊？咁好啦，咁你揾中共啦。咁你揾中共佢咪俾咗少少咯，都唔係多噶啦，長貧難顧啊嘛，佢自己都顧唔撚住係咪？咁好啦，咁啊你就冇錢，阿特朗普亂使錢咁樣咧炸鳩呢個伊朗，咁啊馬斯克佢有冇出聲先？馬斯克都冇出聲啊！馬斯克嗰個無人的士開咗咯喎，你知唔知啊？喺奧斯丁啊，德州奧斯丁嗰度開咗個無人的士嗰個試運營。係 Tesla 嘅無人的士定係其他牌子啊 ？Tesla 嘅無人的士可以有 Tesla 嘅用戶可以試乘。因為之前2-3年前美國已經某一啲區咧，其實有無人車㗎啦，即係無人的士啊，唔係 Tesla 咁解嘅啫。咁啊，依家其實馬斯克都冇講咩嘢啦，你知唔知？馬斯克冇講咩嘢呢排都。即係我認為就係其實佢係一個理想主義者咯。咁我都講過啦，上次喺條片話過，即係你要賺到錢，你要震懾到，你先至可以吸引到更加多人投資美國。你吸引到更加多人投資美國而減埋稅嘅時候，先能夠增加到庫房嘅收入，增加到庫房嘅收入，先至能夠即係將嗰個美債慢慢削減噶嘛。咁依家阿 Trump 咧，其實佢做咗2件事嘅。第一件事就係查呢個2020年選舉舞弊啦，查呢個拜登啦，同埋相關人等啦，即係嗰啲電子簽名嗰啲啊。咁另外一件事咧，佢係好不滿鮑威爾喎，嗌佢減稅佢唔減喎，係咪降息佢唔降啊？降息啊！佢嗰個鮑威爾特登按照新任政府嘅降息，我分析呢個降息啦。如果佢而家再唔降息嘅話，你而家睇到啲石油呢單事喺度漲啫。其實往後嘅話，成個美國嘅消費物價指數會慢慢形成一個通縮嘅狀態。美金係最驚通縮出現嘅，美金我唔係美債最驚美國通縮出現嘅，咁樣就會形成一個好大嘅全球性嘅金融危機。仍然嗱，其實就之前單嘢，特朗普之前咧就上台嘅時候咧，加州啲雞蛋同埋油價就好撚貴啦，癲 Q 咗啦，1蚊一隻啊，美金啊，雞蛋啊。後期咧咁啊，阿 Kim 少就話俾我哋聽啦，根本呢啲嘢就紐森啊，民主黨搞出嚟嘅。咁咧其他州咧就好乸平嘅，依家慢慢咧，其實已經係降低咗啦。咁如果你要挽救美國個經濟或者咧就係還債咧，其實好簡單嘅啫喎，因為咧本金咧你真係要靠賺錢去還噶嘛，但係咧你欠嘅利息咧係可以透過降息咧而令到咧即係大部分嘅利息咧係消失咗嘅喎，
即係你知唔知咧？依家阿特朗普講得好清楚，喂，你減5% 嘅利率，依家我哋美國一年慳翻1萬億美金嘅要還俾銀行或者其他財務機構嘅利息啊！你只要減息，但阿鮑威爾就係唔撚減。特登，佢特登。你諗一諗啦，即係嗱，你 cut 咗 USAID 啊，你係馬斯克咧就整咗 Doge，咁你慳翻千幾億，但係唔夠直接啊！其實我一直都係覺得啊，對 Doge 咧即係打擊啊，或者咧就係令到美國嘅國債咧可以咧因為咧慳錢而還到咧係絕對有所保留嘅。因為我係好理解咧，民主黨咧過去最近應該係2023、2024年咧狂加息噶嘛。咁你加息之後咧，其實咧加埋咧已經去到好似係美國係響7% 噶啦。咁好啦，喂，你去到7% 嘅利息，你減撚翻落嚟，屌你老味，聯邦政府咪唔使還咁撚多息嘅債咯，咪債嘅息咯。咁你再刺激經濟係咪先？你再慳錢，隨時隨地啊，一年啊咁樣啊，一來一回啊，還個兩三萬億咧係冇乜問題嘅，因為你利息都慳咗1萬啊嘛。咁但係你又見到啦，民主黨就不停咁樣拖阿 Trump 後腿啦，係咪？咁啊，其實你見到就係兩邊都喺度咧繼續互鬥嘅。咁好啦，咁啊依家咧阿 Trump 諗住就話得，你唔降啊嘛，我咪等你咯，等你遲啲咧就係即係佢個任期完㗎咯喎，鮑威爾知唔知啊？佢差唔多㗎啦，下一年定係過埋個中期選舉之後。咁邊個會補上呢個位咧？你覺得啊，9號？暫時唔知啊，Trump 有咩安排？最主要係深層政府嗰邊咧，呢個位係非常之重要嘅，美聯儲對於深層政府嚟講，而且呢個位咧，去咗穩定，去咗穩定幣喎。係啦，做呢個位嗰個人咧，阿 Trump 咧一定係揾一個親佢嘅，而且咧就同未來嘅穩定幣咧就絕對好有關係嘅。咁但係咧，深層政府咧其實一定係會阻止嘅。穩定幣呢個咧網絡金本位咧，其實就下一條片先講啦嚇。咁啊，我哋今日條片咧就唔會講好耐嘅，講45分鐘嘅啫。咁啊，因為我病病地啦咁但係我哋繼續講翻呢個話題先。好啦，咁啊 Trump 咧，即係之前咧就係不停諗住咧就係賣金卡啦嘛，係500萬美金啊嘛，佢係計好多數啦嚇。即係老實講，佢計呢啲嘢咧係直接嘅，真係嘅，係好直接嘅。咁你相比起馬斯克嗰種咧要慳錢咧，係好間接嘅。即係我睇到就係你慳錢，你打擊深層政府，唔係話冇用。但係你睇下中國，阿習近平係咪做咗同一樣嘅嘢先？依家大陸經濟點先啊？阿9號，你覺得？我發個表俾你睇下，佢嗰個利率水平好低好低嘅啫。佢而家個利率水平，個存款利率水平咧，居民個存款利率水平係0.95，係咁多年之中最低。呢個我知，呢個我知。咁咪其實而家最適合喺深圳買樓嘅變咗，知唔知點解？按照正常，如果偽資本主義或者係有自由經濟嘅邏輯，好似係，但係事實就唔係。其實事實咧就唔係咁嘅，但係咧佢而家就係要谷個經濟上彎去嘅話，就要保持翻個通脹水平。佢而呢一次嗰個油價咁惡性咁漲咗上去，中國漲嘅油價比外盤即係美國同埋英國倫敦交易所嗰度仲要多20%，多咗。因為點解中國漲嘅油價好靠伊朗？係啊，因為伊朗而家傳伊朗話要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啊嘛。咁佢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嘅話咧，佢會將嗰啲軍事嗰啲水雷啊喺下邊，即係喺水底嗰度升上嚟，將所有嘅貨船 ban 晒喺波斯灣裏邊嘅。咁佢而家啲油出唔到嚟，因為中國好依賴波斯灣嘅石油翻到中國大陸嗰邊㗎嘛。因為佢佔
中國嘅50%，中國用波斯灣嘅油係佔50%嘅。你可以諗下，如果伊朗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係得罪咗邊個？得罪咗習對啦，你諗下。但係得罪咗偉大嘅祖國啦，但係應該會開條航線俾佢。喂，依家中國如果冇咗伊朗，唔會嘅。佢一封鎖嘅話咧，啲水雷啊會升起嘅。嗰30幾公里佈滿晒水雷嘅。咁阿侵會唔會派嗰啲無人機去轟炸啲水雷咧？排雷嘅話，係比較複雜嘅工作嚟嘅。呢啲水雷特別係水雷，因為水雷個成本好低嘅啫嘛。喺軍事上啲水雷個成本好低。依家伊朗個政權嗰邊咧就選擇不跪，繼續對抗，係咪咁先？佢想不跪，即係暫時佢暫時係通過咗伊朗議會通過咗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嘅，但係佢嗰個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咧係唔應承嘅，聽講話，所以啲石油今日朝都跌翻晒落嚟。哦，咁即係有兩個聲音㗎啦喎。係啊，佢都內部好分化嘅。其實而家，因為你封鎖咗霍爾木茲海峽嘅話，係差唔多得罪咗成個世界嘅，唔係美國佬嚟打你啊！到時係全世界過嚟打你，係全世界一齊過嚟打你。我覺得呢個係弊大於利嘅，所以我唔認為會。係啊，佢唔夠膽，佢唔夠膽。好坦白講我唔認為會咁樣做，係一個好蠢嘅。因為美國佬更加咩？你諗下嗱，你諗下，即係美國佬更加名正言順咁打鳩你。係咯。咁嗱，其實即係好多人咧都想咧，伊朗嘅人民站起來啦。咁但係佢哋冇兵冇炮。嗱，你見到咧，即係炸伊朗啲核設施啊，或者之前以色列炸嘅時候咧，咁有啲伊朗人咧就除晒嗰啲面紗，女仔嚟㗎嚇，咁咧喺度跳舞啊。我講一講有啲敏感嘅話，唔係冇兵冇炮話俾你聽，係佢哋覺唔覺醒嘅問題。我發過一個視頻俾你，你可以睇一睇。嗰個女人話，其實係佢哋覺唔覺醒嘅問題。你有兵有炮，你唔識開槍，唔識覺醒嘅喎，一樣係唔得嘅。佢啲人未去到我哋呢一層。你有兵有炮冇用，你要即係差唔多60%嘅人覺醒，先有可能出現呢啲事情。咁依家我就其實唔係咁睇好咧，即係伊朗變天㗎，即係因為我自己所了解啦，其實就係伊朗咧近呢幾年咧，有啲似咩？有啲似你覺唔覺得有啲似咩？有啲似某黨嘅病毒啊，喺植入咗人類嘅腦部嗰度，啲人轉唔到彎㗎啦，轉唔到彎。有少少行偽資本主義嗰個年代啊，伊朗啊。咁啲人其實就係對嗰個政權麻木咗，同埋就係佢哋確實係放寬咗對人民好多嗰啲管制同埋管控嘅。咁啊變咗咧就係，即係你話伊朗嘅人咧會起來反抗呢個政權點咧就唔會嘅。咁亦即係呢個我自己個人睇法啦。咁亦都有人喺度問，喂，咁啊特朗普咧炸到個政權摧毀啦，咁啊啲伊朗啲人民咧就執死雞啦，所以咧就係即係變咗咧行民主自由嗰啲執政。咁啊，你覺得會唔會係一件好事咧？即係唔需要經過抗爭就可以咧，就推翻個政權？冇可能嘅。所有嘅政權嚟講，包括美國喺內戰裏邊，佢都係血同埋汗，要有血有汗有淚，先能夠促成到呢一單嘢。所有嘅即係大家可以睇翻龔小霞啦，就講1979年咧，係咯，我啱啱出世嗰一年啦，巴列維政權咧點樣俾人推翻下？嗰陣時其實經濟都唔差嘅，但係貪污腐敗咧極度嚴重，咁啊即係造成好多人民咧，佢哋一樣嘅啫，佢哋覺得一樣嘅。生活係真係好似地底泥咁樣嘅，咁但係伊朗依家嘅人民頭先你都講得好清楚啦，佢唔係地底泥啊嘛，佢哋已經富起來啊嘛。係咪好似有少少咧？就係鄧小平嗰種咧，讓一部分人富起來啊！有既得利益啊嘛，有偽資本主義嘅嘢，有既得利益，一樣嘅啫，同中國呢度一樣嘅啫。
係啦，親黨嘅人咧，佢係得到嘅利益咧就大過咧反黨嘅人，係咪？係，不過咧，共但係產黨嗰個咪佢哋係其實佢哋有啲唔知道，因為佢依賴咗呢個體制之後咧，佢翻唔到身，好多人子子孫孫翻唔到身，佢唔係為咗子孫着想。所有嘅神權啊，同埋依家嘅中國啊，嗰啲權力者咧，佢都係為咗眼前嘅權力去諗嘅啫。即係你冇咗依刻嘅權力，唔會就有未來㗎啦嘛。所以佢係唔會睇得好長遠㗎，亦都唔會為咗人民着想，從來都係為咗個黨，為咗咧自己政權嘅維持着想，唔會理人民嘅生活咧過得好唔好嘅。佢只不過就係知道人民嘅生活如果過得好差，咁人民好大機會係會煩。呢個係一個基本嘅邏輯咁解嘅啫。咁好啦，咁啊依家阿 Trump 嘅下一步，咁啊9號你又會點睇咧？仲會唔會繼續咧出呢個空襲咧？佢而家睇伊朗點樣接呢個波，係佢嗰個哈梅內伊呢個最高領袖點樣接呢個波。如果佢想繼續即係苟延殘喘嘅話咧，即係以色列其實以色列睇到咁嘅話咧，阿 Trump 其實叫以色列你暫時收手先，睇下佢點樣接呢一個波。如果佢繼續要打嘅話，佢就奉陪到底，繼續炸到你呢班高層，炸到班高層服為止，炸到你有顏色革命為止。咪咯，即係佢哋班即係嗰個黨啊，真主黨嗰啲人啊，死下一個係咪？即係之前咧已經好鬼勁㗎啦嘛。之前有一次啊，以色列咧早1-2年咧，咪喺嗰啲 call 機嗰度咧就落咗嗰啲炸彈嘅。你記唔記得？係咪同你講過嘅？炸到佢哋變晒公公啊嘛，變晒太監㗎嘛。因為炸到佢哋冇一隻手㗎嘛，你記唔記得啊？我記得呢單嘢，前年啫嘛。前年嘅事啊嘛，嗰陣時我同你覺得以色列好犀利嘅，係咪？係。佢嘅戰略同埋戰術犀利。係啦，咁我有自己咁嘅睇法嘅，我自己分析就係咁嘅，即係有內塔尼亞胡喺度，咁伊朗咧就冇運行㗎啦，而且咧聯合國其實佢唔幫住伊朗，咁啊原子能機構啊，或者咧就有一啲支持阿侵，或者咧就係以色列嘅情報部門，其實都係一直咧都會睇住伊朗嘅。咁我自己個人認為咧，未來咧最多嘅就會係咩咧？暗殺。好多嗰啲暗殺嗰啲即係嗰啲對付完啲設施就梗係對人啦。頭先我已經講咗㗎啦，即係嗰即係呢個係啦。咁啊，唔單止殺一個啦，即係坦白講啦。咁啊，依家就有人死啦，遲啲就因為阿 Trump 16年到2020年已經做過啦，用呢個地獄火嘅導彈咧，用 MQ9咧殺咗好幾個。而家即係頭先我哋講嗰個微波武器。直接蒸熟咗嗰家人就算咯，係咯，即係好殘忍嘅。坦白講係好殘忍嘅。係啊，但係都係超殘忍嘅。但係都係會咁樣做嘅，就為咗保護自己嘅政權，即係內塔尼亞胡係唔會停手嘅，除非伊朗呢個政權跪低脫離深層政府，係啦，唔會再做深層政府隻棋啦。咁老實講啦，依家就係打又唔係，唔打又唔係。伊朗其實依家好鬼慘嘅，哈梅內伊。你發唔發現呢一年裏邊聯合國廢咗？係啊，你發唔發現呢一年裏邊完全廢撚咗？未來有好多機構都會廢晒啊，聯合國啊、世界貿易組織啊、世界衛生組織啊，而且佢哋冇咗錢，即係學班民主黨冇閪晒錢，冇閪晒錢，啊，全部廢晒嘅，即係。基本上阿 Trump 下邊嘅人，即係包括咧，即係甘迺迪即係叫小甘迺迪啦咁佢而家做咗咧衞生部嘅部長啊嘛，已經一嘢炒晒嗰啲疫苗委員會咧，嗰啲所謂嗰啲專家噶啦佢話呢個委員會根本就廢嘅，唔需要存在嘅，而且咧 cut 晒佢哋啲錢。嗱，其實喺多方面嗰度咧打擊深層政府嘅金庫係喺多方面打擊嘅。
咁啊，深層政府而家好慘啊！即係除咗即係有正常合法嘅糧出之外咧，即係越嚟越少噶啦。佢哋嗰啲咧聽講話跟黨走咧嗰啲福利啊，USAID 啊同埋其他嗰啲咧 NGO 發俾佢哋嘅錢咧，可能依家得翻5/6㗎咋，即係冇陰功啊！真係。所以而家啲經濟咧喺香港咧，未必會即係如大家諗黐翻深層政府咧，香港有運行。點解啊？因為佢哋依家窮啊，明唔明啊？即係低調炫富，即係食元氣嘅，知唔知啊？即係佢哋唔會好似以前咁樣喺邊度有間屋，嗰度有間屋，一年去 N 次旅行，唔會噶啦。佢哋會喺即係國會嗰度啊，高調咁樣出鏡咧去反啊侵啊。但係咧，其實佢哋係高調貧窮嘅，因為佢反阿侵，阿侵話佢咁，我停咗政府運作佢咯。咁你哋唔使出糧啦，咁樣停擺咁樣，佢哋係到最後係淆底嘅，試過啦嘛，之前係淆底咧，要撐阿侵嘅，喊撚住流着眼淚，因為窮而去撐阿侵，唔可以俾政府停擺。你可以就睇得到啦，深層少嗰班人咧真係冇錢啊！咁啊，搞到你係點睇咧？你有冇睇到明尼蘇達嗰單嘢？好明顯就係補錢啦。嗰、個州長慫恿個下邊嗰個助手去殺做 A.B 團去殺自己啲黨友。哦，殺 A.B 團，即係殺自己反自己嘅黨友係啊！咁啊，點解你會覺得係冇錢咧？因為佢想上位啊，即係慫恿自己條友殺咗佢之後咧，佢想上位，而且另外嗰條民主黨佢嗰個黨友啊，開始轉態啊，跳船啊。咁你 A.B 團咁樣，你殺咗自己黨內邊嘅人，咁佢俾人捉咗嘅話，佢都要坐監嘅喎。係啊，依家唔係咁佢而家散晒啲聊天記錄咯。佢嗰個州長啊，而家其實個州長成身蟻啊，就呢單嘢啊！但係咪真係佢做咧？即係慫恿嗰個下屬做咯。咁呢啲下屬係好朋友嚟噶嘛？屬於咧就清黨嘅行為啦，即係我哋以前叫 A.B 團啦。原因就係點解有 A.B 團啊？亦都因為冇錢繼續去選，係有可能 A.B 冇錢繼團續去選出現嘅原因就係黨內嘅資源唔夠分配，需要揾個理由減少團友。咁最簡單就係話呢啲人叛變，明唔明啊？所以人不在就可以侵吞埋佢啲家產，同埋咧就係立埋佢啲資源。所以咧呢個咧就係過去啊中國呢個紅歷史裏邊咧最黑暗嘅時代就係 A.B 團啦。咁咧當時就係因為咧就係大撤退啊，呢個共產黨啊，咁啊出現咗咧，即係有兩個都係支持毛澤東㗎，但係兩個團體咧嗰個意見係唔同嘅。咁啊到最尾你又話佢，佢又話你，咁啊跟住互相殘殺，好誇張喎，好似死咗100萬人喎，10萬定唔知100萬人啊！互片咁但係佢哋清黨啲軍隊用你講美國就唔會咁誇張嘅只不過你可以睇得到依家咧已經去到咧出現咧呢啲殺人啊，即係暴動啊，你可以睇得到咧民主黨咧呢種偽民主咧，其實咧根本就係共產主義嚟嘅。咁到最後咧呢度最後1分鐘啦，我想講一講啦，我係唔明啊點解老蕭啊同埋一啲咧就係即係老屎忽咧，佢哋仲係要繼續支持民主黨嘅喎，我真係唔明嘅喎。我覺得佢收慣咗錢，佢唔能夠改變呢個立場。冇錢收噶咯喎，依家即係開發基金冇得俾你。佢要等嗰條水繼續，如果有嗰陣時啊，即係等嗰條水到，佢成日咁。不過阿老蕭個樣已經回到差唔多就快死咁。係啊，黑掹掹噶啦個樣。覺唔覺得？覺得啊，黑掹掹咪有死相，有個死相喺度。死相係赤薩文啦，嗱呢啲玄學好似同某個肥閪一樣又同某個肥仔一樣，真係好撚似，真係好撚似兩個，唉，咁依家就我哋今日啦，差唔多啦即
真係冇精力再繼續講落去啊！下次咧就再同大家講下網絡金本位啦，一個咧特別嘅人同埋特別嘅穩定幣，咁啊究竟會唔會顛覆呢個世界咧？下次再同大家見面啦。好啦，今日我哋講咗咁多先啦，9號，拜拜。拜拜。停咗未啊？喂，車人。